好来，乡亲啊，过来看这位大家捌到有村的艺人蹦车车开记者会来宣布讲伊破产。蹦车车讲伊欠人2亿4千万的债务，已经还1亿外，还阁欠1亿外。因为这个行销的期限就要到了，但是真正还未出来咯，所以开记者会，希望债权人阁予伊时间。会晓播戏，嘛样主持节目，也给人唱歌，真够比开海。彭佳佳和许孝顺，因上红的就是替赛玉玲珑，这嘛是2个人演艺事业的高峰。但是煞开临时记者会讲，彭佳佳破产了。我宣布我已经破产，人格破产，信用破产，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这些债务的问题。我跟大家讲的是真的。彭佳佳因为投资拍片需要资金，加上疫情的关系，做侪表演拢延后，钱无入来等袂过，佮找无人来投资，逼到无法度去甲放档来借钱，欠的钱愈加愈大条，已经欠2亿4千万。100%都是到了前一天跟你说我不投资。彭果今天愿意站出来，一切的坦诚的、坦然的面对，真的希望所有的老板们。给彭果一个机会。彭佳佳讲，伊已经卖厝啊，还一半的钱，但是还阁存1亿外的债务，真正还袂出来。伊强调讲，伊袂比起来，嘛袂走路，伊真有心意要来解决这个债务的问题。